在疫情期间，有真侪头家拢会互因的员工唔免入来公司，个人是直接伫外口当卡路上班就好啊。即马经济研究院发现讲，也有1/4的企业是用这款形式来上班，甚至佫变作是公司的福利。也毋过，其实若准这个员工伫外口上班的时阵，若发生了职业灾害，这责任是要安怎认定？其实到今也无一个做法。在疫情期间，有不少企业烦恼群聚感染，互员工踮伫厝内远距离上班。不过疫情了后，有部分的企业也是实施远端办公，甚至把这种工作模式当作是招人的福利。疫情后呢，大概还是回到25%的企业实施哈。但我们可以看到，疫情后有几个改变。第一个就是员工可以申请远距工作的企业家数比例是增加的哈，大概较疫情前增加了1倍，从2%到4%左右。中经院为2000多份调查的问卷当中发现讲，不少远端的工作者认为讲，这种工作方式可以让减少通勤的时间，较有法度照顾厝内。不过对管理阶层甲非管理阶层来讲，对工作效率甲绩效的评估，也有资讯安全的保护，有无同的看法。因若远距离做工课，除了时薪会议的增加，有关线顶顿卡。头家甲劳工的结果拢出现变化，不过嘛有日专家提醒，远端办公甲过去面对面开会无共款，实时会议会增加沟通时间的成本以外，嘛要注意职灾的问题。假设员工在家里工作，或者他自己选择一个地方工作，他发生了职灾，好，那职灾的认定的责任到底是在员工还是在雇主？好，这可能是未来可能一些纠纷的产生。专家甲学者认为讲，透过合理绩效的评估，也有周期的社会规划，才会当确保远端工作袂影响劳动权益甲劳动关系，互远端上班加做新的工作形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